恩师领任归学习大家晚安。现在已经7点半了，那我们就先来开班。大众请起立。开班开始，向无基拉姆行3鞠躬礼，全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好，本人是领任组长各位先贤，大家晚安。晚上又到了我们的爱祥明德班，那我们今天的讲师就是美辰讲师，他所讲的题目就是用心沟通，万事通。因为凡是因为我们在修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的所接受的环境不一样所接触的环境不一样，家庭运势背景种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大家的习性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靠沟通沟通来整合大家的心性我们要是说没有用心去沟通的话，就是大家都不能很如意所以我们就是要学那个张讲师所讲的，要善解感恩，我们要时常用心的去跟同修们呢一起去沟通。遇到事情，我们要对事不对人事情过了就好。那我们把心放得开一心十法界嘛。我们的心想善的就是善的，想恶的就恶的。所以只要我们往好的地方去想，那我们大家在修办道的过程中，一定大家的心性都会慢慢的来提升。那么在我们修道的过程中，大家都非常的圆满修道的当中大家都能够朝向那个目标去完成。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美辰讲师好，感恩。好，感谢领任。请问领任慈悲后学的声音这样子有清楚吗？有，可以。好，感谢慈悲。那我们就开始咯。感谢天恩师德，感谢祖师弘慈，师尊师母2位老大人的大慈大悲，感谢老前人牺牲奉献，前人提拔，还有点传师的栽培和鼓励，以及各位前贤们的护持，后学今天才能有这个机会来学习。等一下，如果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不足，或者是有讲述错误的地方，也盼请各位前贤在我们这个后学分享之后，给后学慈悲指正。后学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课程叫做用心沟通，万事亨通。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来跟各位前贤分享一段影片。好。我学重来一下哦。
画面停留在这里。那各位前贤应该在生活当中也很有感受，就是我们自从有了手机之后，自从手机越来越方便之后，我们好像比较常常用手机，而忘记了跟我们身边的人讲讲话。所以很高兴今天我们都能够暂时放下我们的手机，来进行这一场我们要后学觉得我们现在也是在进行一种沟通。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需要跟对方沟通，但是我们却常常会有时候因为一些事情而被分割掉我们的时间，比方说手机，比方说工作，或者是因为一些事情而干扰了我们的情绪，或者是我们甚至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所以后学才会想要今天透过这个课程的分享跟准备，后学也是再一次来检视自己，说沟通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在生活当中如何来时时来做调整，时时来做提醒，让自己跟每一个人，甚至跟我们的这个宇宙间的万物都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这是后学准备这个课程的目的。好，那么后学再把这个分享的画面再切过来一下。那现在后学就来先讲一下后学今天要讲述的课程的大纲。首先是一段前言，其实等一下会有一个跟各位前贤互动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沟通之前我们要先能够察言观色。第三个部分就是跟各位前贤分享我们沟通的原则。沟通的原则后学有用以退为进来做说明。最后呢，就是要跟各位前贤分享一些沟通的方法。我们其实可以善用一些媒介，其实除了手机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唾手可得的媒介，都是很适合拿来跟别人进行沟通的。好，首先后学想要先请教各位前贤，就是您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跟外界沟通？我们为什么要跟外界沟通？好，那现在呢有一个 QR code， 如果各位前贤方便的话，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扫一下这个 QR code， 然后你就会进入一个 Padlet， 就是进入一个留言板的那个画面。好，我们把它点进去之后呢，各位前贤就可以看到后学的问题，为什么要沟通？然后在下面那个你的手机画面下面会有一个加号，点上那个加号，点下那个加号，然后我们在主题的地方呢，如果各位前贤方便的话，就帮后学打一下各位前贤的大名。在主题的地方打上各位前贤的大名，然后再撰写一些奇思妙想的这个位置，再点一下就可以输入您的答案，就是后学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您觉得为什么要沟通？好，后学觉得的答案，后学先来输入一下后学的答案。那同时各位前贤也可以操作一下试试看。好，当你输入完毕之后呢，我们就按发布。好，那请问诗婷前贤现在有没有在这个 Padlet 的画面里面看到后学的答案？后学没有拿手机进房间嘞。
哦，好，没问题，谢谢你放下手机，谢谢讲师慈悲，是我们沟通的第一步。感谢慈悲。好，因为这个操作啊，对各位前贤来说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那我们就等一下前贤们大概3分钟的时间，等一下如果3分钟之后我们有一些前贤的答案上来了，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那没有看到的前贤后学就用念的。好，后学看到了，右勺前贤说，因为透过沟通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的确，如果我们没有讲出来，总是要别人猜，然后才去抱怨别人说，哦，别人都不了解我们，这样子好像不是别人的错，是我们自己需要调整，是不是？好，所以后学非常认同右勺前贤的说的答案。他说，因为沟通才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感谢右勺前贤。后学那一天聆听右勺前贤的那个明德班的课程，才知道右勺前贤是我们泰国的道亲，是吗？后学有记错吗？讲师慈悲，后学知道右勺前贤是是几年龄组中英福基组长的儿子啦。右勺啊。哦。然后讲师慈悲，后学没有带手机，不能够进入那个 QR code 里面的网站。那后学想要分享一点，后学觉得为什么要沟通？好的。因为要我们的心意要传达给对方，也想要去了解对方的心意，我们才需要沟通啊，对不对？是。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对方，的确很重要。对，有时候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说爱要说出来嘛，对不对？感恩要说出来嘛，是不是？好，感谢。有时候两国交战，也许就是因为沟通都没有做到，就是说啊，他那么做一定是想要攻击我们，另外一边想说啊，他想攻击我们，所以才这么做，可能他们都没有沟通。的确，我们在生活当中，甚至国与国之间，很多时候是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的误解，并不是真的那么的仇恨对方。有时候沟通如果沟通良好，也许这个误解就会被解开了，甚至就能够和平相处了，甚至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好，后学在这边有看到一位前贤输入的，双方意见不同才需要沟通。好，就是有时候我们想要跟对方达到共识的时候，我们的确很需要沟通，甚至我们需要想办法来说服别人能够接受我们的说法跟想法。好，那因为时间已经7点45了，那后学就暂时这个活动就进行到这边，我后学就继续下去咯。感谢各位前贤的参与。好，所以大家都相信各位前贤都觉得我们的确是需要沟通的。那沟通的时机跟目的呢有很多种。那在你的经验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在你身边谁是最难沟通的？为什么呢？可是偏偏我们又必须要经常跟他沟通。好，比方说是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家人，甚至是您的另一半。虽然他很难沟通，可是我们又必须要跟他沟通啊。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做良好沟通的办法，我们的生活才能够好好的进行下去，我们的心情，甚至我们的心情
才能够得到一些平静。所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进行沟通，怎么样用心沟通。好，在沟通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想一想，沟通的第一步是什么？沟通的第一步呢，后学在整理这个课程之前的时候，其实后学也是在整理课程才去思考这个问题。沟通的第一步是什么？是拿一杯饮料吗？这里可能也是一个方法。然后拿着一杯好喝的饮料，然后去找对方，好让对方卸下心防。然后呢，接下来呢，好就开始讲了吗？开始马上这个口沫横飞的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的丢给对方吗？后学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因为后学之前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经常是失败收场。所以呢，后学归纳之后发现，沟通的第一步是保持沉默。保持沉默，好，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因为要沟通之前呢，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我们先别急着说话，我们要先做一件事，要先察言观色。好，察言观色呢，后学又用三个多来归纳我们察言观色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多倾听，第二个重点多观察，第三个重点呢，多等待。好，倾听，各位前贤相信各位前贤都很能够理解这个倾听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们就想要对方听我们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对方想要听什么？对方想听吗？对方准备好要听了吗？好，如果对方他根本不想听，那我们怎么能够逼对方坐在那边，坐在我们面前，就是要听我们说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先去了解对方的想法，要先倾听。我们说之前，先听对方说。有人说过，一个很会讲话的人会得到很多听众，但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他会得到很多朋友。所以在沟通之前，我们可以先专心的倾听，因为倾听就好像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要到达对方的内心，我们透过倾听来画一张地图，画一张通往对方内心的地图。在倾听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收集线索，统整归纳，最后再分析他在想什么，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要说什么。所以倾听这个过程就好像各位前贤如果以前有听过那个拉伊尔，就是收音机，调频收音机，就有这个经验。我们要调到我们的那个电台，我们才能够清楚的听到我们想要听的歌，或者是听到我们想要听的节目。所以我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也好像在跟对方调频，设法跟对方调到对的频率，我们才能够听清楚对方给我们的，我们也才能够把我们的想法正确而且清楚的传达到对方的耳朵里面。所以倾听的功夫显得特别的重要，它是我们良好沟通的第一步。因此有人说，如果希望成为一个善于谈话的人，那就先做一个致意倾听的人。多倾听就是希望善于谈话，先倾听。这一段话好像很长，但是其实重点就是你希望你的话语能够让别人很喜欢听，那你要先听别人说。好，这是我们的察言观色第一步，多倾听。
接下来要多观察，多观察。好，在沟通之前，我们要先倾听，再观察。我们要观察什么呢？各位贤贤应该有看过福尔摩斯，还有甚至名侦探柯南，他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都是要很仔细的观察，全面的、缜密的观察，最后他才能够破案。因为他有用心的在观察，他张开自己的眼睛、耳朵，甚至有时候还用手去触摸，才能够得到他多方面想要得到的线索。那我们在跟别人沟通之前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用眼睛看对方的神情，我们可不可以判断出他现在是紧张还是开心？他现在是充满自信还是觉得很气馁？我们可以用耳朵听他的语调，听他说话节奏的快慢。如果他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握住他的手，感觉他手有时候是不是很冰冷，或者是他的手正在发抖？甚至我们可以拍拍他的肩膀，观察他的反应。从他的反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否已经准备好要听我们说了。如果今天对方他是处在一个很激动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说再多，他其实都听不进去。所以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先做观察，等到我们被邀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话。就好像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可以突然的造访一个朋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欢迎不速之客。相同的，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可以当一个不速之客，因为这样显得很没有礼貌。好，所以我们在沟通之前要察言观色，要多观察，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隐藏在心中的秘密都不是通过嘴巴。既然是秘密，他当然不会直接告诉你啊，是不是？所以除了倾听以外，我们还要观察。这个秘密不是他的隐私，这个秘密是在他内心底层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需求或者是情绪。接着我们要多等待，在沟通之前，我们先倾听，再观察，然后还要等待。等待什么呢？好，不是我们有倾听又有观察了，他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讲啦。我们还要看这时候的场合和时机是否适合在这里跟这个时间跟他聊这件事情。甚至有时候我们听完对方说，看到他的心情已经处于平静了，我们也可以什么都不讲，因为他也许还没有办法听我们讲。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反观自己，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听一个人来给我建议，也不是要听人家跟我说教，我其实只是想有一个人听我说话。好，所以我们要等待可以讲话的时机再说话。甚至我们还可以反问他，我们不要讲，那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更多对方的这个资讯，或者是想要希望他可以多说一点，你可以反问他，那这个状况你觉得怎么办呢？那你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呢？或者是你觉得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你呢？好，所以在《论语宪政篇》里面，孔子也曾经提到
论语宪政篇》里面提到，孔子曾经请教一个公名甲，就是魏国的一个人，他请教他魏国大夫公孙拔的言行，然后这个人就回答他说：“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说这个公孙大夫他为人很真诚，而且呢，他只有在该说话的时候才会很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他知道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因此人家都不会讨厌他说话。这个后学就回想起，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场合，有一些长官在致辞，他们虽然已经是口才很好，然后也经常上台说话的人，但是他们也经常说错话。所以这个实然后言，掌握适当的时机，然后表达真诚的见解，这个是非常高度的语言艺术，这个是需要学习的。这个也跟一个人的修养有关，从他由内而外表现出来的这种气度，还有他懂得为别人着想的这种体贴的态度，才能够做到实然后言。否则我们一般人经常会有这种过失，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有人说这个我就是很直啊，但是说话很直跟没礼貌有时候只是一线之隔。因此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找到适当的时机我们再说话。在《论语记事篇》里面，孔子也曾经提到过，事于君子有三谦，就是我们在侍奉我们的这个上级，或者是我们侍奉我们尊敬的人的时候，偶尔会犯这三种过错。孔子提醒我们不要犯这三种过错。第一个就是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就是当我们还轮不到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说话，这样你就犯了急躁的毛病。第二个过失，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应该说话的时候，你吞吞吐吐的不说话，这是有所隐瞒，这也是过失。第三个过失是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最后一个字是古，就是眼睛看不到的意思。你没有看到别人的脸色神情，没有根据别人的神情跟脸色态度来判断可不可以说话，就说话，这个叫做台语叫做白目，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经常会遇到这种状况，甚至有时候后学也会犯这种错误，就是北吧，你不懂，人家现在已经在难过了，还在那边这个火上加油，加油添醋。本来人家只是已经准备要收好自己的情绪，准备做事，结果因为你的一句话，人家的情绪不可收拾，没办法好好的回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上面了。好，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犯这三种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说得体的话，这是我们的功课。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沟通之前察言观色的功夫，如果运用在我们的道场上，它需要掌握哪些原则跟重点。我们在道场上与人沟通，在生活中与人沟通，也要察言观色。第一个，多倾听。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出前贤的困难？好，
在这个与前贤沟通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静下来，专心的听，有时候我们都急着想要把我们想要讲的，急着想要把我们想要给的，说出来，但是都忽略了先专心的听。如果我们能够专心的听，也许能够听出前贤他目前遇到的困难，也许是生活上的困难，也许是他心境上还没突破，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的困难，我们才能够知道要如何帮助他。第二个，我们要多观察，我们在与前贤互动的时候，如果能够看到前贤们他现在遇到的瓶颈，他现在之所以这个裹足不前的原因，我们才知道要给他们什么。看到他们的需求，我们才知道要给他们什么，而不是一味的给我们想给的，却是不见得是他们需要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看到前贤们的需求，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要如何护持他们。所以看到前贤的需求，然后再来护持他们。第三个，我们要多等待。我们在与前贤沟通的时候，如果能给彼此多一点时间跟空间，就好像这就好像什么？我们在跟后学在学校跟学生相处的时候，其实后学也常常会一个很急，就想要赶快给他建议，给他方法，或者是给他纠正，但是往往会让他觉得很有压力。所以我们在跟前贤互动的时候，如果能够给对方多一点时间，不要让他觉得每次看到这位前贤每次我看到你就觉得好有压力哦，就想要绕路而行，这样我们就错失机会，就弄巧成拙了。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跟我们的前贤互动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多倾听、多观察、多等待。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前贤。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刚刚是沟通之前要先察言观色，接下来我们要来提到的是，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掌握什么原则。后学用以退为进这4个字来说明我们沟通的原则。各位前贤应该有看过人家在表演国标舞。国标舞呢，就是2个人的互相搭配。有的时候我们要前进，有的时候要后退，这样才能够跳出一支很有韵味的舞，很优雅的舞。如果今天该退的时候我们没有后退，这样会被踩脚，对不对？踩脚就痛了。就很像我们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我们没后退的时候也会被踩脚，这就很像踩到对方的地雷，就对方爆炸，嘣，然后我们就变炮灰了。我们不想要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后学的这个沟通的原则呢，用以退为进来说明。这个内容里面有3个重点，就是3少，刚刚是3多，现在是3少。少干涉，少评价，少说话。不要干涉，不要评价，也不要多说话。这个少说话不是不说话，是不要说太多话。好，那我们进行第一个，少干涉。少干涉呢，其实从字面上来说，各位前贤应该都很容易了解。我们要以退为进，少干涉。举个例子来说，今天
老婆好在跟我们抱怨说，好，其实这是后学的例子啊，但是在讲自己的例子的时候都要说，我朋友哈，有人说哈，好，老婆在跟我们抱怨工作不如意的时候说，今天我跟老板说我的提议，我的企划，我想了很久的企划，我觉得非常的完美，很好啊。结果老板就在那边嫌东嫌西，意见一堆，不然他自己去想啊。这时候，如果你是另一半，你会这样说吗？来，我帮你看看，来拿来，我帮你看你这边就花太多钱了啊，弄太多预算，你应该要怎样，蹦！恭喜你，你得到了今晚的客厅沙发住宿券1张。这个老婆回来跟你讲，不是要叫你教他。很多时候后学都有一个体悟，尤其是回到家里不是学校，老公也不是老师，老婆也不是老师，老婆也不是老板，你们就是家人。所以在家里面不要说教，只要说爱，是吧？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试着这样说，你们老板也真是的，你这么辛苦都没有体会你的辛苦算了，不要理他。来，你现在想吃什么喝什么，我陪你，这样就好了，又可以得到心情的平静，自己又乐得轻松，还可以吃吃喝喝，老婆又开心，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尤其是我们的人生经验越来越丰富之后，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毛病就是好为人师，就喜欢给建议。的确我们有时候是对这件事情是的确有一个